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不太舒服。从昨天开始就有点头痛，可能是感冒了。你昨天做了哪些事？去上课，还有去超市买东西，回来之后就这样了。会不会是超市里人太多了？你有发烧吗？早上量过温度了，没有发烧。要不要喝一点蜂蜜茶？不要，我不喜欢蜂蜜茶的味道，我想要吃冰淇淋。好吧，那我去帮你买冰淇淋，也顺便买止痛药。你还需要什么吗？可以帮我买晚餐吗？没问题，我先出门了。还有需要别的东西的话，可以跟我说。谢谢你。